金刚萨埵时，首先自己平庸而住，头顶上方。那么这个方面呢，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修持观想本尊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就是自身观想成为本尊，而在这个然后再观想本尊在头顶上面的一些修持的方法，更有各种的修持方法。其中呢，这一次呢，我们就是要自己观想为一个很普通的反应，就像很普通的一个人里面来说，也是造了很多业的造了很多业障的一个人。那么这个时候的自己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呢？如果是小朋友做错了事情，到了父母的跟前的时候，他就心里就是又是害怕，又是怎么说呢？那个有一些不好意思的那种时候。但是呢，就是对父母是，当然就是小孩对父母是会有很大的一个真正的内心的爱感，而且是呢，就是一切都可以依靠父母的一个这样的想法跟这样的心都是存在的。但是呢，就做了一个大的错误的小孩到了父母的跟前的时候呢，就是会有一个自己怎么说呢，那个羞愧感、害怕都同时在一起嘛。就像这样，我们金刚萨埵要知道，上师金刚萨埵佛呢，就是一切诸佛菩萨的一切身语意的功德的集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整体，也是一个这样的本尊。那么它就是怎么说呢？有圆满了功德，圆满了智慧，圆满了慈悲心，圆满了菩提心的一位这样的一个殊胜的佛，殊胜圆满的佛。那么他对我们众生来说呢，如同在母亲对自己的小孩一样的，那就是会有就是大悲之心来对待我们、摄受我们、保护我们、救度我们。那么知道这些的情况下，但是要知道自己已经从无始的时间以来到今天一直不断的在轮回的过程当中，因无明造了很多很多的业。所以今天到了上师金刚萨埵的面前呢，就是有非常的忏悔，也非常的怎么说呢，那个羞愧，也非常的对这个方面以自己的所作会有一种怎么说呢，特别的这种害怕也是特别的那个怎么说呢，那个后悔的一个这样怎么说呢以这样的一个心态。那么并不是说是自己观想本尊，就是如同金刚萨埵无二无别的一个本尊的像，然后在头顶上再观想金刚萨埵。这个时候呢，我们是没有这样的。这个时候我们自己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一个众生，一直不断的造业的众生，一直不断的造业的一个众生呢，就是到了金刚萨埵佛的面前呢，那当然就是会有心里就是有比较那种怎么说呢羞愧。那就是造业业障深重的一个人，到了阎罗王的前面呢，就是一个很大的恐惧跟害怕嘛。但是这两个又有点不一样，因为到了金刚萨埵的面前呢，就是相当就到了刚刚前面所讲的我们自己小孩到了父母的跟前，小孩做大错的事情，然后到了父母的面前，然后就是比如说一个懂事的小孩，懂事的已经是成年的小孩年纪已经到20岁、30岁的一个小孩，他就是背着父母，然后吸毒了，然后到了他非常非常的爱父母，但是呢，就是他就是背着父母吸毒了。然后今天呢，父母就知道了，他到了父母的跟前，他会有多少的一个害怕感，恐惧，也同时也是会心里也是会爱父母嘛，但是同时他就会造了最严重的错误嘛，做了严重的错误的时候，他会有一个羞愧，又愧疚，又害怕，又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嘛。那我们就是今天就是一开始在修持金刚萨埵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坐下来坐在垫上面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马上要观想金刚萨埵在头顶上的时候呢，
自己呢就是很普遍的、很普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充满烦恼，也一直不断的造业的、没有智慧的，就是有因无明造很多业的一个这样的众生的一个状态。头顶上方一什么？一见之的虚空中观想千瓣百莲花，就是我们在观想自己的头顶的虚空，相当就是一见的高度。就是我们现在要知道，就是我们平常用的那个长寿剑的那种弓箭的箭弓箭知道吗？弓箭的箭，相当也是这样的一个那个高度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虚空中呢，就是观想1000个花瓣的莲花，白色的莲花。那么白色的莲花就是有4边莲花、8边莲花，什么100边莲花，就是1000边莲花，就是有这种10000边。就像我们怎么说呢？那个上师瑜伽的时候呢，就是要观想万边莲花一样，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观想千边莲花然后在这个莲花上面其上呢，圆满月轮。所谓的圆不是指及大小的尺度，那我们就是说那个怎么说呢？那个圆满的这个怎么说呢？月轮，月轮是什么呢？就相当我们这个就是一种形容词，也可以这样讲。那么在莲花上面呢，就是一个白色的月轮，月轮呢就是相当我们在15满的那个满圆的那个月亮一样。那么当然我们知道月球是圆的是一个球的，对吧？但是呢，我们在所谓的金刚萨埵的这个坐点上面的这个月轮是一个殿就是圆形的一个圆满的一个殿，以这样的去观想，而是指明月的所有部分全部圆满，犹如15的月亮般。无有丝毫欠缺，有观想月轮上有以光辉灿烂的白色红字，然后这个上面呢，月轮上面呢，观想本质是无比殊胜的大金刚萨埵上师金刚萨埵，但是它显现出一个白色的红字那么白色的红字呢，就是它就是一个庄严无比的一个白色的红字。这个呢，我们就在那个无家信的里面的就观修金刚萨埵的方面也是有解释，里面有讲嘛。然后这个白色的红字呢，就非常清楚，也非常的细微。也非常的这个庄严的一个白色的红字那但是要知道，这个白色的红字就本来就是出现的就是白色的红字，但实际上就是金刚萨埵佛。虽然其他宗派有观想从红字方式收止光的，但至终宁可派无有此观相。那么这个部分呢，就是有其他的派系，像比如说不是我们的这个传承的，那其他的金刚萨埵修持的时候呢，就先观想红字，那么红字放出许多的光，那就是放光射光这个部分来说到就放光收光这个部分来说的，先放光放上去收进来，就像我们前面有那个瑜伽者的时候也是有观修这个方面嘛，然后那个皈依跟那个发心的时候也是有嘛。同样的就是红字有放光收光的这个是
其他的宗派有，但是我们的这个传承是没有。我们这个龙贤经体的传承里面来说到，先观想成为红字就可以了。最后呢，就是红字变成为就是上师金刚萨埵，就可以。之后一瞬间，红字变成了本体为三世诸佛之总体。那么这个就是金刚萨埵佛。我们要知道所谓的金刚萨埵是什么，然后为什么出现金刚萨埵，就这样想到，我们一定要知道三世诸佛之总体上师金刚萨埵。为什么说上师金刚萨埵？我们修持这个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正在观想在头顶上的那一位金刚萨埵佛，实际上他的本性本体是上师，然后上师跟金刚萨埵无二无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实现，但是实现出的就是金刚萨埵佛。那么这个方面来说的，我们也是观想归敬的时候的归敬的主尊莲花生大师以及修持法心的时候，法心的主尊莲花生大师。然后同样的，我们在修上师瑜伽的时候呢，上师瑜伽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净土归土的归净的怎么说呢？本尊莲花生大师。那么在修持金刚萨埵佛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头顶观香的金刚萨埵佛，这都是一样的，实际上就是上师的本性，然后实现出呢就是本体是上师，然后就实现是金刚萨埵莲花生大师这样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师与金刚萨埵无二无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本体。五等大悲宝藏具的根本上师，形象为圆满报身的本师金刚萨埵主尊，身世洁白，宛如10万个太阳照耀在雪山上。那么这个呢，就是形容，因为我们要知道雪山本身就是白色，对吧？这个是颜色方面来说的，雪山本身就是白色。但是白色如果是要最亮的、最好看的一个这个白色来说的，那就雪山最漂亮的时候呢，就是有阳光、太阳的光照到了这个雪山的时候呢，它是最漂亮的时候。那么这雪山照太阳，我们自己人看的雪山的时候呢，雪山最美的时候呢，就是在刚好太阳照到雪山，然后就是这个雪山上面这个光出现的时候，那我们这就是我们对着这个太阳跟雪山，而且我们自己3个位置刚刚好就是要对到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角度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时候雪山是最漂亮的。那我们也是可以这样想，金刚萨埵的身体的这个颜色呢就是白色，但是白色里面最为怎么说呢，那个漂亮的最美的这个白色的这样的一个样子。然后那这个是身体的，我们在观想金刚萨埵的这个身体的怎么说呢，颜色的方面。自尊作人着康中